有冇諗過24節氣入面，邊個節氣會令到成班人攞住拖鞋嚟打小人？冇錯，就係驚蟄。驚蟄係24節氣嘅第3個節氣，通常喺每年3月5號或6號，係春季嘅第3個節氣。傳說呢日春雷一響，就會驚醒喺地下冬眠嘅蛇蟲鼠蟻，們會同時四處覓食，所以叫做驚蟄。以前啲農夫為咗保護農作物，就會攞起鞋嚟拍打害蟲。古人認為用鞋打邪惡嘅小人，就同拍打害蟲一樣。後來慢慢演變成而家嘅打小人習俗。另一個相關嘅傳說係關於白虎。民間流傳白虎代表口舌是非，驚蟄呢日會出沒，被視為災星嘅白虎更會開口咬人，所以民間就意味住是非、血光等唔吉利嘅事將會發生，所以古人會準備生豬肉，用來抹喺紙老虎嘅嘴上面，象徵飽白虎，希望減少是非爭執。呢個儀式叫做祭白虎。時至今日，驚蟄最出名嘅習俗就係打小人。有說法話驚蟄當天震雷會令小人嘅氣場轉弱，因此喺佢哋未成形之前，透過打小人可以有效壓制佢哋。如果要問香港邊度打小人最出名，銅鑼灣嘅鵝頸橋底一定係首選。嗰度係一個3岔路口，喺傳統風水學上有獨特嘅意義，所以成為咗呢個習俗嘅集中地。橋底長期聚集咗一班經驗豐富嘅職業打手，專門幫人進行祈福同埋驅除困擾嘅儀式。呢個傳統習俗已經正式被香港政府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仲曾經被外國媒體介紹過，話係一種好有特色嘅減壓方法。唔少遊客都會專程嚟見識，甚至有啲人會專程搭飛機過嚟打小人，令鵝頸橋底熱鬧到連警方都要出動維持秩序。成個儀式係點樣進行呢？整個過程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步驟。首先係簡單嘅請神同稟告，師傅會問你想處理嘅問題對象，可以係真人，亦可以係泛指嘅是非麻煩。然後師傅會用舊鞋或者木屐，象徵式咁拍打一張寫咗對方名嘅小人紙。之後就係祭白虎嘅環節，用準備好嘅生豬肉抹喺紙老虎嘴上，最後將紙老虎同其他紙紮祭品一化寶，再擇確認儀式順利完成。標準收費大約50蚊港幣，因為所有攤檔都係政府正式發牌，所以價錢劃一，相當公道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驚蟄參與呢個傳統儀式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心理治療。平日積累咗唔少壓力或者人際上嘅煩惱，透過呢個儀式可以得到一個情緒嘅出口，成個人感覺輕鬆返晒。所以下次你經過鵝頸橋，不妨停低感受一下呢個本地獨有嘅文化風景。不過提提大家，如果真係有興趣體驗，記得保持尊重心態，唔好針對真實人物，始終都係求個心安理得。鍾意聽我哋講呢啲節氣冷知識嘅話，記得留個讚好同訂閱，我哋下個節氣再傾過。